中华海巡226伫中滨工业区上北边外新港的布岸发现一只可大的白海猪已经死了。海保署表示讲，这是一只有编号、有记录、已经成年港的白海猪哦。伊死亡的原因还搁调查。 生活伫海里的白海猪，即阵说伫中华发现扩大死亡的状况。2日下晡，海巡署咧巡逻时，伫中滨工业区上北边外新港的布岸边，发现一只扩大死亡的保育类中华白海猪。经过确认是编号 OCA023，名号做 Caesars 港的白海猪。伊个体重大概伫2米5，体重是大概伫154公斤。 阮的经验来看，大概是正青年啦，将来会针对伊的胃来研判讲，大概伊死亡偌久的时间，偌久无食物件。海保署表示，这只白海猪无明显的外伤，当咧解剖做病理分析，详细结果会伫12月中公布。根据海保署的统计，为2019年到今有5只白海猪死亡的案例。环保团体就指出，照这款死亡速度，白海猪恐行真紧就会断种，呼吁政府就要加强污水排放加渔船的管制。西部沿海就最开发案有污染的部分，加强那个管制排放标准。流刺网是对北海猪的影响嘛就大，我是希望讲，若法度较积极中华海域啦，是讲山海猪让法度禁止来使用流刺网。 海保署表示，过去解剖结果，把发现白海猪胃内底有塑胶加鱼网仔，推断可能是造成白海猪死亡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嘛，发现胃内底有石首鱼壳类，亲像是拍头啊这类的鱼仔，所以因也和渔民合作放鱼仔，增加白海猪的食物来源，嘛透过监测加教育宣导，减少人为对大自然的干扰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